有時候我會被問到安眠藥係咪一定唔好？當然唔係啦。安眠藥嘅作用係協助身體進入睡眠狀態，對一啲人嚟講係非常重要嘅支持。但係我更想分享一個重點，藥能夠幫你入睡，但未必能夠幫你建立自然放鬆嘅能力。真正影響睡眠嘅，往往係神經系統嘅長期狀態，例如壓力、緊張，又或者身體長期處於警覺模式。所以有啲人會發現，即使可以瞓着，但係身體仍然未真正學識放鬆。我關心嘅並唔係藥本身，而係一個人能唔能夠重新連結自己嘅身體，返到去自然修復嘅狀態。因為最理想嘅狀態就係瞓得着，亦都放得鬆。如果你想了解點樣可以自然入睡，歡迎參加星期六嘅網上分享會，我哋到時見，拜拜。